啊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市的前议长张丰年甲伊的太太后生查囝，一口罩4个人，长期食中药，竟然食甲铅中毒。原来是因为这个中医师，也就是诊所的院长，伫中药内底共掺注射，注射是一种禁药，正伤咱的肝甲腰子。 陈世忠伫台中市政府翕相一时，开药仔予张彦东规家伙仔的成龙中医诊所院长李世明，伊捌做过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理事长。伊甲台中市卫生局承认讲，捌伫咧交易病患的中药包内面含禁药仔注射。他有坦诚有一些药物，他并没有记录在病历上面。 注射有安神、清热解毒的效果，用伫心神不宁甲失眠，成分是硫化汞。民国94年就已经被卫生署列为禁药。李世明本来讲要注射是为了要做香茶啊，后来才承认讲有入药。我那时候端午节，我有看到他做那个香包啊。你听到他事情有惊讶吗？我吓一跳。 何院长看病病患听到这个代志嘛，真着惊。毛病患讲，要李世明看病都要提早半个月，因为现场挂号有名额限制，一摆敢若看15个，所以讲较早就人代替排队挂号趁工钱。实力的那个胡志强夫妇啊，拢是来互院长看了啊。对啊对啊。 真个政商名流信任的中医师，违法用注射，除了可能被人罚上悬50万块以外，即马嘛被卫生局下令停业1个月。另外奇怪是，注射是有汞，也就是水银的问题比较较大。人个得出铅中毒的铅，如果是为什么药材来，必须要等药包化验了后才会知。